彭嘉南第一位同会见的医界先辈，正是现任担市立病院院长蔡良敏。不过，面对一旦血管内严重钙化，单纯用气球装经手术过程的危险，所以现在病院少年一辈心脏内科的引进国际上上新的技术，目前成功帮助15位患者拍通脱掉血管。其中一位78岁长期洗肾的老先生，就因为时常胸坎窄窄，经过检查，血管就是严重钙化。采用这项喙舌手术以后，不到1点钟就顺利完成，加工就当出院。用的就是一个比较简单气球，合并这个冲击波的方式，那它可以让手术的风险降低，减少血管破裂，或者是增加这个血管扩张完整的这一种机会。那在这种方式下呢，也可以缩短我们的这个心导管手术的时间。随着超高龄社会来临，许多人心血管等慢性病风险嘛对咧增加。如何避免血管长期发炎或是硬化、钙化？医生嘛担心提醒健康检查重要。血管的钙化可能病人平常不太会有什么感觉，一直到他有严重阻塞的时候，他才会有这一种夹心症的症状，或者是心肌梗塞。所以我们也是往往到这一种有警觉性，他可能血管有阻塞的时候，才会进一步去安排一些检查来发现这些问题。那现在可以在心导管前就可以知道钙化严不严重的方法，以目前来讲是可以用电脑断层扫描的方式，可以事先知道。这项技术虽然早来治疗新的福音，不过因为需要自费20万，所以医生表示，若患者条件适合、经济状况稳准，将是真好的选择。台湾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